最近这天气寒，温度起起落落，医生就提醒讲，这心肌炎发生的几率会增加，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状况。这1月19是咱台湾的心肌炎日，台湾当年大概是有17000人捌发生心肌炎的状况，而且这少年病人的比率嘛哪来哪悬。医生就提醒民众，若是有脚趾痛、胸坎痛，都要注意，降低心肌炎的风险。当时我滑手机，忽然间觉得比较累，我眼睛一闭，没有任何痛苦，我眼睛一闭，其实就已经 OK 了。好家在经过抢救，即马身体复原了袂歹。心脏内科医师指出，心肌炎发作进前，民众可能会感觉胸坎痛、胸坎杂杂，也是变寒。医生讲，这几年心肌炎有少年化的趋势，一寡无到40岁的民众都有这个状况。年轻化这件事情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抽烟啊。原本你就有胆固醇过高，然后而没有治疗，这件事情会加速这个。可能我们会常常发现在病人来就诊的病人，这些病人可能都低于40岁，然后就突发这些心肌梗塞哦。根据卫福部112年的统计，心血管相关病症是国民第2大死因。当年大约有17000人有心肌炎。医生表示，每一个人对身躯疼痛的忍受度无同，若是脚趾痛、胸坎痛，都应该爱提悬警觉去看医生做检查。我们在网络上其实有看到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就是类似大力的咳嗽，或者是去捶打他的那个手肘内部，这些其实算是一个错误的急救概念。其实第一时间就是赶快引导病患坐下，然后采他舒适的方式来做一个休息等候。另外，消防局也强调，若是发现身躯边的人有心肌炎的状况，就先打119叫救护车，照救护人员的指示协助急救，安尼患者恢复的几率就愈悬。医生嘛提醒讲，最近天气寒，心肌炎发生的几率可能会增加。拜二暗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会继续寒到拜四，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